大家平安。啊，顶礼拜咱咧庆祝什么？什么节？什么是过活节？什么人过活？耶稣过活。过活节相当的重要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过活节最重要？耶稣过活为什么重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过活最重要？老师讲到有冇讲到？耶稣的过活，因为过活安那，伊镇压什么？镇压死亡的关系。这有什么重要？对咱的信仰有什么重要？帮咱，因为耶稣有过活，所以咱的信仰，咱所相信的，嘛是真的，嘛是活的哦，唔那亲像别个宗教哦。咱无安尼样行真其他拜拜有啥物共款？咱嘛是拜神啊，但是咱的神是啥物神？是真搁活的上帝。你有相信无？有相信无？我拢听，你敢有相信啊？有相信无？那比我较细声，有相信无？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有过活，相信耶稣是咱的帮咱，是咱的拯救。咱来唱这首，我相信，一起唱来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陪命，将永远我命来守护。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感谢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只上水，我被伊先困。再唱一次，从头来一次哦！我相信来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陪命，将永远我命来守护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，大声的一起来唱，来！我相信圣神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时刻温柔的同在来看成，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的旨意上水，我要安那？我被伊先困，对，我们往下面唱哦，来，大声一点，我相信，来，我相信，信到伊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路无骗你。我听不到你们声音，再来。我相信，上帝的阮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传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伊就是阿爸爸。你看我最宝贵，你敢有相信？我相信，上听我的就是阿
为